攞住500幾萬啦，想去倫敦買間2房新樓，咁又要近住地鐵站，咁又要啦係有 Grammar School 嘅校網，係咪諗多咗啊？咁大家唔使灰機喎，今集啦就會揀咗2個啦係符合晒以上條件，咁而且咧香港買家詢問度啦好高嘅新盤喎，分別係位於西北倫敦，25分鐘就出到 King Cross 嘅 Colindale Gardens， 咁同埋位於有平版九龍塘之稱嘅 New Malden 嘅新盤 Sterling Place， 咁21分鐘啦就可以出到 Waterloo 噶啦。咁等我哋一次過啦睇晒佢哋最新推出嘅單位 ，Let's go！嗱，第一個帶大家睇嘅就係好多香港朋友都好熟悉嘅項目 Colindale Gardens 啦。佢絕對係倫敦其中一個最長青嘅屋苑，由第一期開賣去到今日已經足足10年㗎啦。發展商 Redrow 亦都由一間老牌企業變成今日同 Barratt 合併之後嘅新品牌 Barratt Redrow， 都反映咗 Colindale Gardens 係一個歷史好長嘅大型重建計劃，見證住成個 Colindale 嘅發展。嗱，2年前都曾經嚟過 Colindale 㗎，咁發覺同今次最大嘅唔同啦，就係個地鐵站啦。咁成個大堂啦都重建過，咁變得啦好有時代感。咁而且大堂嘅面積啦都大咗成倍喎，咁加咗更加多嘅閘機啦同埋新設施，咁繁忙時間啦可以應付更加多嘅乘客。咁而由呢度啦搭黑色線 Northern Line， 咁20分鐘啦就可以去到 King's Cross 㗎啦。Colindale 站過條馬路就嚟到屋苑嘅範圍，方便成咁，難怪係香港人最愛嘅倫敦樓盤之一啦。而我哋今次又嚟 Colindale Gardens 嘅原因，就係睇佢嘅最新一期嘅 Acres 啦。總共有4座組成，而家會推出114伙單位，主打1至2房，亦都會有少量嘅3房單位。嗱，雖然有隻 Acres 啦，行去 Colindale 站嘅距離啦，就比其他期數啦會遠少少，咁但係啦全程其實都只係8分鐘左右嘅啫。咁而且啦行嘅路段啦都係屋苑入邊嘅行人路啦，咁所以啦都幾安全㗎，咁而且亦都唔會覺得好唔方便。嗱，到 Acres 嘅最大賣點啦，就係可以直望到呢個無敵公園景啊！咁亦都係成個 Colindale Gardens 啦嘅王牌景觀嚟嘅喎。呢個中央草坪有成4公頃咁大，係屋苑最大嘅綠化公園，喺度同小朋友或者寵物點跑都得啦。而望到公園景嘅單位喺 Colindale Gardens 入邊亦都好搶手，事關之前嘅期數唔少都係樓景，咁所以 The Acres 嘅開揚景觀更加值得大家留意。嗱，呢個示範單位啦，雖然只係2房開則，咁但係空間感啦都相當之好嘅喎，咁間隔啦都幾市正實用，咁加上啦呢個單位用咗好多啲落地大窗啦，令到室內啊非常之光猛啊，咁所以咧亦都係呢個單位啦加分嘅地方。我哋10年前咧已經喺香港咧就開始推售 Colindale Gardens 啦，嗰陣時咧就係啱咧就係對正住公園，咁竟然10年之後咧竟然出翻一啲單位咧係可以望翻個公園嘅，所以係非常之難得㗎。1房嘅起步價啦，咁佢非常之吸引嘅係講緊382000英鎊嘅 size 咧就講緊係485尺開始嘅，咁而2房啦，咁嘅起步價咧就482000英鎊啦。咁由650幾尺開始咧就已經有㗎啦，去到成900尺都有嘅。咁既然3房啦，64萬可以入場㗎啦，好處就係可以即買即住即收租嘅，咁所以其實你大家都唔需要再等樓花或者各樣嘢㗎啦。Colindale Gardens 咧，其實個管理費咧比較喺其他屋苑嚟講咧都算優惠嘅，因為其實佢最主要咧真係唔係可以講話係好多設施，首先佢冇咗個大泳池去管理啦，咁所以其實降低翻嗰個管理費呢方面啦。譬如話1房咧，其實講緊嘅價錢咧1個月大概150磅啦，咁如果你係買嚟投資嘅，平均嘅市場咧就講緊1850磅啦，去到2000磅左右嘅，最低嘅回報咧就講緊5.1厘嘅。如果你想留意翻2房嘅，其實佢而家嘅每個月嘅租金咧就講緊2200磅啦，去到上到2400磅左右嘅。3房嘅價錢咧就係講緊2800磅起步啦，1個月嘅租金啦。咁其實佢個回報咧大概係4.8厘嘅。而屋苑所在嘅 Colindale 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亞洲社區，附近就有 Bang Bang 亞洲美食廣場，咁同埋華人食品超市。而佢所在嘅 Barratt 區曾經被評為倫敦最好嘅公立學區，全市排名前5嘅公立中學有3間啦，都位於 Barratt， 亦都有唔少嘅 Grammar School 嘅選擇。嗱，話咁快啦，我就嚟到倫敦西南面嘅 New Malden 啦，同大家介紹啦今集第2個啦性價比屋苑喎。
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啦，我哋大約2年之前啦，曾經同阿 Nick 啦同埋 Jackson 啦一齊嚟過呢一度啦，同大家介紹啦點解呢度叫做韓國城。咁仲有啦介紹啦係一個 Barratt 嘅新屋苑啦，叫做 Sterling Place。咁上次嚟嗰陣啦，呢一度啦只係仍然得一個地盤啦，咁但係而家啦已經開始陸續入伙咯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屋苑嘅最新面貌。我今次就喺 Mossville Park 嘅火車站落車，坐 South Western Railway 由倫敦市中心 Waterloo 過嚟，途經 Moss Hall 同埋 Wimbledon 呢啲大站。咁最後啦6個站23分鐘就到咗，咁再行8分鐘啦就可以去到 Sterling Place 㗎啦。咁我哋頭先介紹嘅 Colindale Gardens 啦就係地鐵盤啦。咁但係如果係 Sterling Place 嘅話啦，我就覺得啦係除咗坐火車之外啦，坐巴士亦都係一個可能係更加好嘅選擇喎。咁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屋苑嘅樓下就有一個巴士站啦。咁坐131號巴士啦，只需要大概20分鐘到啦，就可以去到係 Wimbledon 㗎啦。咁我而家目測啦，見到啦每幾分鐘啦就有一班嘅巴士，咁班次都相當之密㗎。而去 Wimbledon 嘅途中，一路啦會經過好多嘅優質中小學。咁好似啦 Wimbledon Chase Primary School、Esseline High School、Wimbledon High School、Hall School Wimbledon 等等。咁家長朋友啦就要留意啦。而成個 Sterling Place 總共由7座大樓組成，最新見到第一期嘅2座大樓 Brookside 同埋 Wilkinson 已經準備落成㗎啦，咁亦都啦即將交樓入伙。佢哋嘅設計亦都好特別，用咗紅磚配搭黑色窗同埋露台。咁再加埋啦，用咗斜頂，好有傳統英國工業風。咁呢2期嘅單位已經賣咗啦90%㗎啦。咁而家咧只係剩翻少量貨尾單位。而發展商最新推出嘅 Badbury 就有比較多嘅單位可以選擇，預計喺2027至到2028年收樓。而呢2座大樓係咁多座入面最高嘅一棟。由於屋苑周邊嘅住宅啦都唔算高，咁所以 Badbury 嘅景觀啦會非常之開揚。有部分高樓層嘅單位更加有機會見到軍部內球場㗎。而屋苑亦都加入咗好多嘅綠化元素。咁除咗平台花園同埋遊樂場地之外，咁大廈中間亦都有綠化園林，亦都加入咗太陽能電板，可以幫到住戶慳電費。咁屋苑亦都有240個充電位，方便揸電動車嘅車主。入到嚟 Sterling Place 嘅示範單位啦，俾到我第一個感覺啦，就係好大同埋好闊落啊！咁呢度嘅2房單位啦，實用面積啦已經係有800幾尺㗎啦，咁大過香港啦唔少嘅3房單位，咁亦都係大過啦倫敦普遍新樓嘅2房開積喎。咁單係主人房啦已經有接近200尺嘅面積啦。咁如果大家想揾一啲啦係價錢實惠啦、面積又大嘅單位嘅話啦，真係啦可以考慮下呢一度。Sterling Place 咧今年咧就推出全新一期 Badbury Apartment 啊！咁呢座 apartment 嚟講嘅話咧，其實喺呢個項目係最高嘅一座大樓嚟嘅，就樓高13層樓，推出咧就大概有90幾伙單位。咁喺售價方面嘅話咧，而家有1房啦、2房同3房單位啦。1房嘅 size 咧大概540尺起嘅，售價375000英鎊。咁而2房單位嚟講嘅話，大概700到800尺都有啦。咁售價咧就50萬英鎊起步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有大 size 嘅3房啦，大概有1000尺左右。咁就起步價咧就92萬英鎊嘅。收樓期方面嘅話咧，呢一棟咧預計咧就會喺今年年底到明年年頭嘅。喺呢個項目咧，講緊前2座咧，因為佢將近收樓啦，咁我哋參考翻佢哋嘅管理費咧，大概4磅1尺1年左右啦。所以喺呢一座咧，其實個管理費都差唔多嘅。而喺倫敦，其實呢個管理費屬於咩水平咧？其實喺眾多個項目裏面咧，其實屬於中低嘅管理費水平嘅，所以大家就唔需要話擔心佢俾好貴嘅管理費啦。咁另外，如果你係買嚟收租嘅話咧，投資者又好，或者係短期攞嚟想收租嘅話都好啦。1房單位咧預計租金咧大概1900幾磅1個月㗎，而2房單位嘅話大概2500磅1個月，3房單位咧就大概收到3200磅1個月㗎。咁至於生活配套方面 ，Sterling Place 隔離就係超大嘅 Tesco 超市，而 New Malden 亦都有超過2萬個韓國裔居民喺度生活，咁所以有倫敦韓國城之稱。咁呢度嘅韓國餐廳亦都好正宗。亦都有2間出名嘅大型韓式超市，咁住喺英國啦都可以過翻亞洲生活。今集同大家睇咗啦，係 Colindale Gardens 啦同埋 Sterling Place 啦呢2個好受香港人歡迎嘅屋苑啦。咁用大概500萬港紙嘅價錢啦，就可以入手到啦係倫敦嘅2房新屋苑啦。咁所以而家性價比啦都真係幾高嘅喎。咁特別係 Sterling Place 呢個樓盤啦嘅最新1期啊 Badbury 啊，咁 F1 Property 啦更加係啦率先開賣㗎。咁如果大家都唔想錯過嘅話啦，咁記得啦就問阿 Nick 啦同埋 Jackson 啦攞多啲資料啦。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又嚟到呢一度啦，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